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所在，实在是有够水。这是南投的三林溪，这个崩仔树开始泛红咯。12月进前是上水的观赏期。树叶拢是红色的，充满秋意。南投三林溪内4成长的崩仔树叶拢转红啊，有这个乡亲去欣赏。看到媒体也在报道，朋友也在报道 ，FB。 哦，太多媒体可以看到了。那来这边赏枫的感觉如何？太美了，太美了。另外，三林溪也有800丛的水杉嘛，为翠绿色变做金黄色，在这个崩仔叶内面形成金黄甲红色的特殊景致，别说是天然的伪装。阳光照射下来，哇，整个是那种太美了，好像有一点在国外的那种感觉。三林溪因为海拔1600公尺，所以目前来讲虽然没有冷气团。 因为日夜温差大，现在枫红是整个红到爆了。三林溪自然教育中心认为讲，全台湾目前上介好的赏枫叶景点，就伫三林溪。上好的观赏时间差不多10天，也就是为即马到12月，咱乡亲拢会使欣赏到这款迷人的景象。